新竹新埔係國內其中一個重要嘅漁業產地，不過農業人口老化，後生嘅又冇接上來，種嘅面積年4年減少。本單青島有400公頃，更加能存到200人公頃，使得講當年會少係4%。不過幾多農民唔想去變黑，想做嘢想辦法來轉型做觀光個人，唔透過販呢，自家生產自家賣。南平里一代退休先生江國雄，還同自家陸卡嘅農地提供俾居民來使用。5月頭大家鄉下打造嘅有南平米土嘅事實，也只個賣嘅如係南平人種嘅青菜水果。7、8、9月的當然也賣嘅到又甜又多水嘅梨嘅。大家鄉下細網上show一個睇新埔已經60多年嘅嘅生涯。路顺的凉亭塔，做葡萄梅白白熟，上市有路人经过下插，当日前的打着火。4个梅好哈，一条肉，一条。凉亭都会做好，标准的梨叶、香蕉、水果一条，一条都是当天人自家做自家做的。全部自家做的，全部自家做，菜也自家種的，你係鋪冚水乾也自家種的。冇一樣唔係自家種的，全部自家種的，非常安順啊！7月初，新竹縣新埔鎮的南平社區成立了農民實習。南平的農民做咗自家種的青菜果子，拿落一片賣，做唔是拿到新埔的街路巷，也係賣本飯呢。新埔賣啦，還冇賣就自家食啦，冇賣啊就自家食啦，我話當多人啦。就忙食得落啦，唔會講笑唔落樣嘅啦。用呢地鐵本啲扶強嘅農民，普通嘅扶強嘅農民嘅那個納菜、納瓜果去農會賣。咁樣時咧，咁啲好不就講利用呢個機會，到啲超強去將農民市集本大家攞嚟嚟賣，真是就安然啦。從台北市小學退休的美術先生江國雄，為了照顧今年90歲的阿爸，轉到故鄉，還參加社區的事務，還給他自家屋卡路順的閒地的地，唔是前提用本社區用5年。呢係土地係老人家留下來㗎啦嚇，唔係啲後生人講係我為賺錢買攞嚟土地，所以老人家意思就講，後生人轉到屋卡就唔曉得講嚟啦。啊！呢個天呢個地呢，別人講本佢上錯，抗嘅老虎石，所以講老人家意思講唔怕，佢建出來本社區利用。因為地社區老農會生產嘅計劃簽了一筆錢，買嘅蔬菜油漆一條材料，設計嚟特別嘅涼亭。不過一個地做啲山腳下，係講山排冇穩固，可能會有危險。故所南平社區嘅居民簽了老師傅。教居民鄉下做好一個沙坡。你看客家人嘅生態工法就講，用呢個大石鼓，幾張梅花線一張為準，喺順頭就4-5張安擺起來，幾個着力點，讓梅沙坡變天，完全冇用水泥，係用水泥嗰就冇算咯。用了2張月嘅時間，南平里居民共有嘅農民實習總算正式開始。不過，南平里唔算係有名嘅休閒公共地區，消費者單單係喺附近嘅鄰舍，也係親戚朋友。你社區你係種木河、石壁河，種來賣慢慢來牽生啲啊！你哋會幫人會來了會了嚟嘅，喺呢下種石壁河嗬，人客係冇當地啊。傳統農民實習的江國雄，也認為還需要宣傳，陪行家當人啲。不過行家麻煩的係，只愛天橋度無限，當天嘅工作人根本冇人數來到農民實習擺攤嚟賣東西。通地啦，大家就講超寬啦，非常無限啦，摘水哩啦，一格啦都係摘水哩啦，所以我就抽多少時間攞呢度擺啊，個人數呢就好少啲啦嚇。南平里 VD 新竹業新埔鎮的時片，
取名按做太平屋，因为岛爱山的小平药。头摆但是係種茶米烹鹼為主，白米烹鹼速度偏快，爭轉做而種梨嘅。新埔當日本時代就開始係做鹼嘅當有名，本來烹鹼實在講新埔係有名嘅。啊，後尾吼，因為後來因為網量平嘅問題啦，網量平嘅問題，慢慢咧是個水鹼嘅烹鹼是越來越唔好，啊是有到農民吼去。該種係去引進個網山梨來取種啊。現在南平里嘅氣候流難用，都好合適梨嘅。嗰時梨嘅價是要按好，故所越來越多嘅農民轉作，也變作新埔地區種梨嘅面積最多嘅種頭。南平嘅主題單單係梨嘅肉態嘅。嗱，要同耆老講過，本來你咁樣唔好嘅時節嗬。就受到你的五個廟、五個राज्個五谷神農大帝吼個指點啦吼，是講了到應該南片地方就得種一條水梨啦，吼啊，後面佢就是真緊就等於種到水梨，啊種到水梨嘅人咯，挑籤嘅人咯，全要賺到錢。外面幾隻新埔鎮還較因為梨嘅有名，不過現在最早種嘅黃山梨嘅價勢越來越唔好。開始有人傳入接梨嘅技術，開始種高接梨。拄好是個網山梨走下坡嘅時節，啊，個高接梨是開始走上坡，啊，最尾是台這個看到兩項目前呢，全部係高接梨安樣啦。20年前，桃福卡都嘅梨嘅人接下來嘅文少義就講，剛開始大家種高接梨，根本係見種見切，大家大夫都有無同樣嘅做法。哦，我係啲老人家穿下過嚟，佢咪技術冇人好嗬，喺度撐當多。用嚟講咯，佢咪農業知識全部都用祖傳的，沒有老師教，也沒有什麼好經驗上就好摸啦，所以靠攞嚟穿下來，搬住台按轉穿下來。唔過文少義接觸過後，冇用一般嘅慣行農法，係用自然耕作，錯嘅。青菜技術，像我摘梨嘅時節，為了梨片種業，增強人工來拍錯嘅。我哋主要係嚟實施這個按照自然耕作法，嚇，草也俾自然生長，嚇，樹線也自然落開花落葉，千條冇用藥去控制嘅咁樣啦，按自然嘅耕作法。怎麼辦？用辦咯？就隨着大自然的變化，我們不要冇用藥去控制嘅。我們有人都就控制落葉，嚇，控制上啊，這種都對樹勢冇幾好啊。一現在錯嘅生稻能力，嗰時研究嘅奶更加鬆，梨嘅樹生稻更加konkret。文少義就講，也都係人工嘅功勞，係講用當稻花皮人工屍體嘅奶就會氧化酸化，梨嘅樹就會生唔好。土質要鬆，要嗰種蚯蚓。嚇，應該係充填啦嚇，充填再多，表示你土地活化，對樹線嚟講，它會比較壯。按壓的。你啲草筍係全部要蚯蚓，係俾佢嗰時食過咩蚯蚓都特別都當多。高原嘅草嘅係會吸收奶分散嘅土，草嘅就係吸收碳素，奶就會變鹼性，果子也會較甜。附近嘅居民也天天接觸按樣嘅概念。越來越多人開始減少用農藥、化學肥料。不過，現在種高接梨、從接梨嘅狀態到摘梨嘅，都係當到人工。現在南平里人口老化，後生嘅但是曬到外圍，越來越少人肯轉到故鄉接下梨嘅嘢。水梨出來時常常會忙不過來啊，樣啦，少啦，啊你後生嘅，講實在，你工廠做經驗。比種水梨好一點點啦，因為它一定比種水梨好。種水梨就是說，冇按問題。從去年來講，去年是受到旱害嘅關係，差唔多去年差唔多以平均來講啊，你係講只得差到7成到8成嘅成績啦。就算高接梨還算係高經濟嘅作物，不過受到天時影響，收入冇問題。故所大部分都還係老農啲嘅經驗，30人做為40嘅年營收入少講，
世界杯按照最后生的梨的农是个人年呢，前2年总算稳平年呢。以新埔地区啊，种水梨的后上年哈，我已经蝉联前2年才还有个比我更年轻的，我蝉联10几年了，蝉联10几年最年轻的，在去年前年有一个堂弟，他还比我更年轻。后上年每一只，新埔的种梨的面积年是年的减少，本段寸土有400公顷，也下抢寸土200公顷。可能甚至每年10%的面积在土呀，因为台地龙应该去摸走嘞，后上台地台部分全部摸加是放黑种的，所以这产业基本上算夕阳产业了。像我们水利协会哈，是准备好后上的，后上的理念会好强壮啊，可能会安排做的方向会让目前也还会好冇卖强壮对话啦。当然，你像后上还会网络行销的对话，了部分会好强的对话。为了解决苏生老树叶的冇问题，就只好请行较天贴的人客。既然种梨的20人年的文销业，就唔适投世界物价的梨的送到传统市场，也系卖本翻的。意思的就是一杀传一杀，用栽培的方式来卖梨的。我一直教来讲是用可栽培啦，哈，因为直接给消费者，中间不用剥削，所以消费者也好，对利也好，利润会提高一点。用的功劳，因为我们直接到消费者，不用经过中盘商。梨的协会也希望嘅传统身体出社會概念，更加希望嘅留勞農來溝通。冇因為梨的太出，就堅定同梨的賣本翻呢，咁樣來防止量太多，加速啲嘅動產。到位時啫，有可能我們而家會有壓力是會可能會買便宜啲，係啊，因為上講好講買睇，頭先喺前咪老農民講，喺講到尾唔是講壓力冇本自家壓力安排，肯係慢慢地買，是講本來假設講喺2張嘢來，為了一棟係水里買睇，係咪做到買到2張半嘢，冇是變到3張嘢就來買睇。林英秀行下經驗鋪嘅，和消費者帶入自家個資源，行到梨的樹盒，一樣嘅為消費者來介紹梨的生長故事。跟小朋友介紹這個我們這個水梨的生產的一個，你知道這棵樹沒有？這棵樹有好幾個品種，它的樹的樹根的部分呢是鳥梨的樹根，那樹幹的部分呢，這個樹幹沒有？樹幹在這邊，是橫山梨。橫山梨是什麼？林英秀認為，現代嘅耕種業除咗愛曉得管理行銷以外，更加愛啲用嚟教育消費者，讓消費者學到基本嘅農業知識，唔單止做得培養老主顧，有農業損失的時節，老主顧要做得體諒。像去年產量比較少，我很多都叫銷那個老顧客說，拜託你能夠產量那個預定的量能夠折半。而且還是拜託他，大概可以算出大概每年的老顧客有一些基本量啦。梨的產季要搶有7、8、9一3種葉，大部分的果農其他9種葉，單冇樹葉。故所林英秀也多年，也開始想辦法，透過資源轉型做休閒生涯。在梨子部分，那我們農產部分的確是有這個的一個缺點，那整年度其實會有斷層，那我在我們農場也想說可能會有一些柑橘，但是這是比較長期的一個規劃跟想法，盡量能夠讓它時間能夠拉長，讓多樣化一點這樣。而呢樣林英秀同佢研究嘅1年4季都有嘅梨的本，留梨的樹作為別的 DIY 發通，做得有行較多嘅東西來相應下留啲高鹽度。我們每年大概水梨都會有一些瑕疵，或尤其像風水梨，它因為天氣太熱，那很多會造成一個密症。那我們因為每年大家都會有損耗的蠻大的部分，那我們就會想說，把這個有密症的水梨部分比較好的部分，我們把它切削成，把它做成水梨的一個冰淇淋。這還有一個2箱的。有人掉到用法嘅批圖，林英秀嘅梨嘅天蛋從來都冇停過，很當執出去。天蛋太多，冇梨嘅好賣前期。
看我订单其实已经爆了，在预定的量，今天我们就是一直在装箱打包，赶快让寄给一些老顾客，他预定的量赶快出货。那基本上大概我们第一批采收的风水梨大概就已经就结束了。就算按样，梨营销还维持一格档的梨业，无精细增加产量。佢讲要一多年就做一多的事情，我太贪心。以俩下一家的家庭的能力范围，能够直销的能力范围，我们的方向就是讲，我们也不做多，稍微做好谁少掉少好掉。61，好，600。好，谢谢。只是你又甜又多水的梨叶，然后又多买的量粒。新埔的梨叶产业经过60多年，特别遇到困难，总会积极成长。真到故乡的后生人，很想我接下一个产业，繼續用梨葉來育下二胎。